我是在地新闻，后来透早起床也是真寒，上低温伫咧南投的中寮只有9度半。2时开始，冷气团减弱，温度小可回转来，但是水汽较侪，宜兰这个甲嘉南北海岸可能有局部的大雨。前进到拜五，阁有另外一波的冷空气的到位。拜六甲礼拜的透早，苗栗以北的低温会降到11、2度。这个寒冷的强度会挖进大陆冷气团的顶级，会进入寒天的感觉。天气冷来浸温泉上爽快，浸一搭挂，这身躯就烧火火。冷气团发威各大温泉区拢真侪人来。透早上低温伫南投中寮9度半，好在这波影响到今仔日，日时开始冷气团减弱。明天呢，各地的天气又会比今天还要再回暖一些。不过在清晨的时候，因为还是有辐射冷却效应，我们要提醒在西半部空旷地区或者接近山路地区的朋友，明天清晨的低温仍然只有12、13度。不过拜五东北季风阁增强，这波冷空气强度恐惊会逼近大陆冷气团，会影响到礼拜日。预计在礼拜6的清晨，各地的低温可能会来到13、14度，那甚至局部地区有机会降到12度左右，感受上也是会蛮冷的。而中南部地区则是每一天日夜温差都很大。影响上明显的北部地区，拜三高温要20度，拜四23度，拜五咧一个手就6度，降到17度。有个礼拜日才会回升，中南部影响较细，早晚偏凉。最近冷空气一波刷一波，今年入冬到即马，总算有冬天的感觉啊。